開始。母音係 A、E、I、O、U， 呢啲係高音，亦都係長音。佢哋嘅短音係呢啲字嘅頭音 ，as、a、s、a、is、i、o、as、e、o、佢哋嘅高、低、中三個音調係呢英語拼音法嘅5步，第一步係分音節，子音帶母音嘅一個音節，子音帶母音。呢度3個音節。第二步係分音律，係唔改嘅，3個音節一定係高、中、低 ，high、mid、low， 中、高、低。第3步係拼上邊嘅音律，第4步拼下邊嘅音律，拼每一個音節嘅順序係母音加尾音，再加頭音。呢度母音係 A， 但係咧，凡係見到有 L 喺尾巴嘅話咧，你唔好佢哋 A、E、I、O、U 呢個嘅尾音 L、O 係 O， 呢度係低音，所以係頭，嗰個係 O 嘅聲音，係從 O 嘅長音度出嚟嘅。長音 O 就係 O、所以係圖，呢度讀到出嚟啦。I、E、O、E、T、佢嘅尾音係 揸住佢前邊嘅聲音，唔好讀尾音。再加個頭音 B、佢第二個音係係頭音中音係第3個聲音係讀到出嚟啦。母音 佢嘅第3音係尾音係高音係讀到出嚟啦，所以拼下邊啦，尾音係一樣，低音呢度係中音係變成第3音係高音係第一個音第5步係2個比較嘅方法，第一係邊個讀出嚟最容易、最快、最順口、最好聽 orbital， 我諗你都會認為上邊呢個讀法係最容易、最快、最順口、最好聽。第2個比較方法就係睇2個高音，呢度係高音係 O， 呢個高音係 B， 睇佢喺邊度出嚟，比較高嘅地方出嚟，嗰個就啱啦。有7個地方出嚟，鼻嘅高、中、低、
喉嘅高、中、低同埋口腔裏面嘅樂嗰度係足音。b e b e e b b b， 大約喺呢度出嚟啦。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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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， 大約喺呢度出嚟，所以 o 係比較 b 出嚟嘅地方係高，所以係上邊 orbital 兩個比較方法都係 orbital 係啱嘅，所以呢個字嘅讀法就係 orbital。The satellite's orbital path allows it to circle the Earth regularly. The satellite's orbital path allows it to circle the Earth regularly.